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4，马太福音5章30安尼讲：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真做心内颂享，通得到福气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来到你的面前，圣灵愿是有限甲软弱的，主啊！你的话教示阮，爱阮来觉察家己是心灵善邪的人，因为当阮知影看无家己，才会看见上帝。也因为安尼，才通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引带，才通进入你国度的恩典中间。主啊，愿求你赐阮单纯较无的心，互阮无倚靠世界的一切，单单倚靠你永远的应允。主啊，求你互阮知影放下家己的骄傲自尊，互你的灵来充满阮，互阮因为有你来满足。主啊，心内颂享的人要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